国民法官法搁再2档就要施行咯。民间的监督联盟也伫今仔日召开记者会，因根据着日本推动裁判权制度的经验，日本民众参与审判意愿是逐年拢伫咧降低。为着要避免同款情形发生伫咧台湾，因就专工成立一个国民法官法资讯平台，要互候选的国民法官通好有资料来做参考。 国民法官法2023年就要实施，司法院即阵马伫各地拢咧无期开庭，但是民间监督联盟提出日本的资料，主因推动候选裁判员的制度，发现人民参与审判意愿是愈来愈低，像2009年到2018年，尸体比率对53.1%升悬到67%，出席的比率嘛对83.9%降低到60%，就惊讲台湾参照日本的模式，未来嘛会拄到这款的状况。那原因可能良多了，也不只是说因为不了解，反正都是3个职业法官操控主导，会不会是这样？或者是说他觉得这个工作上不方便，有需要调查。 民间监督联盟嘛，就日本裁判员 NET 网页成立台湾版本的国民法官法资讯平台，希望会使整合甲国民法官法有关的资讯，方便民间查询。另外，对即马国民法官无期的部分，因嘛希望政府通公布影像，互候选的国民法官来参考。某个法案一下子跟你讲说我们不公开，一下讲说你来申请，要让你去看能不能看，这个资讯本身就做得非常的不公开。这些录影的内容里面，当然画面里面会有这些参与模拟审判的国民法官，那当然就会牵扯到所谓各自的问题，因为都是模拟审判，所以有一些可能还在我们讲所谓的事情错误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再研究。司法院讲，未来的国民法官，敢真正会因为看过这的影片，就会更加清楚法院的流程，可能阁爱列入思考。记者陈阿文、李玉凯台北报道。